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搁一摆敬拜，伫遮敬拜你。啊，阮感谢你，互阮的身躯健康，互阮会来到你的面前。阮要三角来对诗篇84篇的作者所讲：羡慕上帝，主阮也羡慕你，阮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感纳阮的敬拜甲奉献，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诗篇84篇吼，较毋是亲像诗篇100篇，也是讲诗篇23篇较出名啦吼。这个作诗的人吼，咱拄啊迄个启用的时有读一遍吼。这个作诗的人，伊羡慕上帝的殿啦吼，伊羡慕上帝的。这个诗篇吼，真侪人，因为这个诗篇的内容，咱拄啊读的，恁大家会记吼。这个内容哪亲像是人要去上圣殿，要去敬拜上帝的时咧唱的歌。诗篇内底有几啦，对120篇到134篇哦，你若去看，拢有做上骑的歌，上爬骑的歌。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伫山顶，你要去到圣殿一定爱爬。即马拢有车通去哩啊啦，以前是一定爱用爬。啊，大家对120篇到134篇是上骑的歌，人要去敬拜上帝，哪行哪唱歌安尼爬去。有人讲84篇原来是啦，总是安怎无伫迄个爬起来有神啦，有神是得要去要敬拜上帝的时所吟的诗，这是有神。但我今仔日要爱用这个吼，你若看这个诗篇吼，咱拄啊读过，你甲看吼，这个作诗的人吼，伊羡慕要去上帝的教会。你若甲读几篇了吼，伊敢若无去呢？伊敢若伫遐羡慕那定。咱较顶仔看的时，我会记出来互恁看。伊敢若伫遐羡慕那定。啊，伊羡慕上帝的殿吼，羡慕甲吼，伊第1节甲第2节吼，我有创 PowerPoint 出来吼，咱参一节怎样？伊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徛起的所在，互人罕以爱。我的心恋慕上主的亭，到要分去。迄个亭吼，迄个亭是新约的圣经翻作用作亭啦吼。较旧的迄个顶面的因翻的是翻作殿院啦，英语是 court， 上帝圣殿的 court。啊，翻作亭吼，我感觉这是真台湾味啦。咱台湾的庙头前拢一块亭足大地哇，庙亭，迄庙亭是大家去听，伊这翻作亭是，我感觉真够翻啦。你若翻作殿院吼，咱台湾人听讲庙亭，咱大家拢听有啊。啊，伊讲我羡慕你迄个殿院，也是讲你的亭吼，甲要分去。啊，我的心神永活的上帝欢喜首歌。到底伊是安怎袂当去圣殿，咱毋知。啊，连这个作者是啥物人，咱嘛毋知啦。有人讲是大笔的，无一定啦。总是吼，我想现代人会亲像这个作诗的人讲吼，我羡慕上帝的殿吼，上帝的殿院啊，上帝的亭吼，羡慕甲要分去吼。我想现代人大概无安尼啊啦吼，因为咱即摆拢会当真自由敬拜上帝嘛吼，上帝的殿以前是伫迄个耶路撒冷，伫早时吼，犹太人吼要敬拜都爱去耶路撒冷，因为其他的所在无会堂，上帝圣殿伫遐，这吼。犹太人的传统哦，因每一个人哦，一生的内底吼，搁较艰苦嘛，都爱去耶路撒冷朝圣一摆安尼。迄个风俗继续真久。
尾啊吼，犹太人互人掠去迄个巴比伦，因伫遐无圣殿通敬拜，遐掠比开始讲，咱会当伫遮，因为甲百姓讲，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咱会当伫遮去会堂，伫遮敬拜，所以犹太人开始地方有会堂是迄阵开始的，所以搁较早是拢总去耶路撒冷。即马犹太人无安尼啦，即马嘛无差不多无基督徒无人安尼啦，无人讲一生都要去耶路撒冷一摆，无即个代志。不过回教徒也有安尼，回教徒吼因一生一定爱一摆去麦卡，伫遐恁电视捌看到，然后足侪人哦，拢穿白衫，拢跪伫遐，迄就是啦。因还佫有迄个传统，犹太教的信徒已经无啊啦。即个人伊也要去，伊可能一生还佫毋捌去，伊感觉伊都爱去，啊！伊想这想到要昏去，到底是安怎袂当去？是毋是身躯破病，还是经济理由嘛是有可能啊？所以伊到要昏去吼。我拄仔讲，咱即马毋免安尼啊啦，咱即马毋免安尼啊。老实讲，阮做牧师的，恁有来做礼拜，阮就足欢喜安尼吼。啊，恁毋想上帝迄个圣殿想到昏去吼，安尼嘛毋好啦。实在讲，但即个人，咱今仔日大概袂安尼讲，要去上帝教会。老实讲，我做牧师嘛，也毋捌安尼。总是我捌读着吼，第20世纪代前的是有一个德国信义会牧师 Dietrich Bonhoeffer 潘霍华吼，中文翻做潘霍华，伊互纳粹掠入去关，尾啊去互纳粹吊死吼。伊咧互关的时候，伊对监狱写伊的信仰的个别的批安尼写出来。中间有一张吼，我印象足深。伊讲吼，伊是牧师吼，伊讲伊礼拜早起，啊，对伊关迄个所在窗仔门会当看到一个教会的塔，看会到。伊讲礼拜早起，伊听到迄教会咧讲经吼，伊讲伊是我呢想爱去要去敬拜。伊迄个心情，就是甲即个做事的人的心情共款。伊爱要去上帝殿敬拜，总是伊无法度通去，有人关伫监狱内底。即个做事的人是安怎，我毋知。总是伊会爱上帝圣殿，爱甲安尼写即个诗哦。咱来参考看即个诗，咱来看第3站吼。第3站讲，万军的统帅，我的上帝啊！伊赤鸟啊，伊欣赏啥？伊大声欣赏遐动物，遐鸟啊，鸟啊，伫你的单边做寿，啊，伫遐为着家己做父囝啊饲囝的寿。即个人伊咧羡慕迄个上帝殿，伊想甲讲，我连一只鸟啊，都比无法度。咱鸟啊会当自由伫遐飞吼。即马的建筑物吼，咱较罕你看到迄个厝顶的下骹拢会做鸟啊寿。我细汉伫宜兰的时候，阮的拜堂的下骹，迄个拜堂的下骹，宜兰人讲做银钱骹是吧？会伫遐吼，啊，拢有鸟啊伫遐做寿。阮礼拜中间捌鸟啊安尼飞入来呢。我去想到，我读这个，我想到迄个情景，有影鸟啊伫遐做寿。即个人伊讲，我袂当去教会，毋过迄鸟啊飞来飞去，遐尼自由。伊差不多是讲，我若会当像鸟安尼飞，我嘛会使来去敬拜上帝。啊，搁落去吼，第4节，伊讲，徛起伫你的殿的人真有福气，因称赞你无煞，伊羡慕鸟啊，过来伊羡慕住伫上帝殿的人，住伫上帝殿的人。有可能是咧想遐祭司啦，啊
也是祭司的家族，因住伫遐，因不是伫上帝圣殿遐，因不是伫俄罗上帝，是伊可能想讲，因遐有法度通去上帝圣殿遐的人，因真有福气，伊无法度。我读这个圣经在的时候，老实甲恁讲，我想着啥呢？我讲这个人写讲伊安尼，伊真羡慕遐住伫迄个上帝圣殿的人我甲你讲，这个人绝对毋是牧师囝，才会讲这个话，你知影无？我这个牧师囝我跟你讲这毋是伫 complain 啦。迄个时阵有影是安尼。阮阮爸伫宜兰牧会的时候，宜兰教会后壁就是牧师的牧师馆，阮就住伫拜饭厅的后壁啦，就是牧师的厝住伫后壁。阮遐拜五暗有基督会，拜六有圣歌队甲青年团契聚会，礼拜早起有礼拜，礼拜下晡嘛有礼拜。阮兜逐个weekend拢伫 open house， 你敢知？既然咧风杯刷去平坐阮老爸甲老母惊互人讲牧师甲牧师娘真懒惰阮拢互人叫来爱揉涂骹，逐位拢爱切，差不多2礼拜爱一摆大饼扫呢。礼拜早起人逐个拢会使困觉啊。阮遮个牧师囝5、6点就去学起来，去扫埕去。拜堂迄椅啊，拢爱去切，有人去清清咧，除道君创遐代志。我甲你讲即个人伊毋知毋免住伫上帝殿的人才有福气，你知影无？阮即个足无福气的啦。我这是咧甲恁讲笑的啦。事实讲，我家己做牧师了后我家己做牧师了后，我真正感觉会当。带大家敬拜上帝这是上帝给我特别的恩典，你知影？这实在是恩典呢。我若将这个看作重大的事咱大家拢真惨。我真正感觉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呢。我会当带大家敬拜上帝。我真爱讲笑，我定来讲，礼拜恁大家拢会使迟到，敢若我袂使，这有影。礼拜恁大家拢会使困，干那我袂使。总是我真正想，这是上帝给我真大恩典。羡慕上帝主无一定。我即马毋是要讲牧师的，我感觉咱每一个人信上帝的人，应该会爱上上帝的圣殿。我拄仔做牧师的时，常常互一个少年人甲我问讲。敢一定要去教会才是基督徒？恁捌听人问这句话无？拢甲我问安尼呢？我开始的是实在讲佫拢爱用言语引我实在是都爱想一下。我想袂出来有影呢？敢就一定爱去教会才是基督徒？我尾后互我想着那你感觉讲我一定就爱去教会才是基督徒迄个一定都爱去英语做 have to， 你一定爱做的代志。真正的基督徒去教会是 want to， 毋是 have to。我要爱去，捌恋爱的人拢知影，男朋友女朋友我爱见面的呢。顶摆有一个加拿大牧师，别人牧师已经过身去，伊甲我讲我听伊讲。因住伫萨斯卡州啊，迄个，我咧做牧师的伊就退休啊，所以伊经过迄个1930年迄个经济足歹迄个时阵，大萧条迄阵，伊讲因住伫萨斯卡州啊，迄个 farm 伊的尾啊，伊的牧师娘，迄阵啊女朋友俩带离伊差不多3摆就爱过一个山屯安尼过去才会当去到伊伊讲伊逐日做了搁较忝
为着要看女朋友吼，伊嘛安尼乖乖啊行2-3摆，行去甲女朋友见一个面，看一个，讲几句话嘛好，安尼暗扫扫才搁行转来，欢喜甘愿，你迄号做 1 2啦，迄号做我爱，这个做事的人。我爱敬拜上帝，毋是人讲你若无，你就毋是啊。我本来就是敬拜上帝，是我爱做的代志。我问咱基督徒的礼拜是安尼呢？我问咱做基督徒的礼拜是安尼？咱今仔日读《五路加福音传》第2章，耶稣12岁进圣殿，这个故事咱真熟。耶稣。因爸母转去啊，伊还阁留伫耶路撒冷。啊，因老母拄着的是甲讲囝，你看恁老爸啊，甲我烦恼甲要死哦！啊，你是安怎？你安尼款待我？耶稣甲因讲，恁哪着烦？恁哪着烦恼？你敢毋知影我爱住伫我的爸的厝？老实讲吼，阮囝我找伊3日，若安尼甲我应吼，你想我会安怎做？我莫讲较好啦。实在讲。耶稣安尼甲伊应哦，我爱伫我的爸的厝。爸的厝是啥？爸的厝是一个囡仔出去外口若互欺负吼，伊要转来的所在。转来厝呢，伊会当受保护。我的爸的厝，上帝殿是咱的爸的厝，咱住的所在。伫遮咱经验，互咱的老爸听；伫遮咱经验，互咱的兄弟姊妹听。有委屈的代志，会当伫遮分享，会当对咱的老爸吐气。这是老爸的厝。早时迄个诗人，因敢若讲上帝安尼。上帝的厝安尼那定，总是咱住伫12，我讲几啊礼拜，咱住伫12家即边的人，咱搁较知影上帝的恩典，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已经替咱死，为着咱赎罪。过去伫第50到第70吼，伊显现。住伫遐的人显现七鸟啊，过来伊显现，遐的人有力通行去到圣殿遐的人，伊拢用因，你有注意了？伫第6节、第7节，伊拢用因吼，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身躯勇勇有法度，因迫切爱上锡安山雕像，因迫切，伊拢讲因，伫遮伊。袂当去，因会当去，遮个人有影真有福气。啊，即中间对倒伊行，因逐个人对无相款的所在来，迄中间巴勒斯坦是非常热的所在，伫遐真热，行路真艰苦，无落真久无落雨，水是足欠的物件，因行的是。天气热，水干，总是伊讲上帝恩典，互因有泉源，有落雨，福气满满。上帝恩典，互因会愈听搁较简单，啊，因愈行愈有力，啊，因要去锡安朝见上帝。伫遮，我伫想象啦吼，遮个人。伊每一个人对因的厝要出去，要去耶路撒冷敬拜，逐个人的路拢无共，逐个人的距离拢无共款，总是因的目的地共款。每一个朝圣者出门的时，可能是孤单家己一个人要出门，总是伫路中因拄着同伴。要去的所在拢共迄个所在，因会当做伴行路，甚至会当互相帮衬、互相扶持。因的目的伫倒，要做伙去见上帝。你对这敢毋是基督徒的生活？
咱大家，咱对咱的家庭出来，咱行天路，咱唔免孤单呢。咱有同伴，咱有人相甲行，上帝也帮助咱。伫热的所在，伫打扫的所在，互咱有水；伫空闲的时，互咱有雨。上帝在帮助咱行，毋是咱家己行。我袂孤单，至少还阁有上帝。咱逐个人的境遇，咱逐个人的背景拢无共款，总是咱行伫即条路要去挑战上帝，这共款。你捌听到英语一句话，常常讲哦，或者 we are in the same boat， 意思是讲咱拢伫坐共只船啦吼。有一个牧师伊讲吼 ，no， 咱毋是拢 in a boat， 逐个人的 boat 拢无共只，你有你的 boat， 我有我的 boat。有的人的 boat 吼是游艇，你知无？人伊迄内底佫有创甲足个，啊有的人咧，有的人是用过的，逐个人的船啊无共款。毋过伊讲吼 ，we are in the same ocean。咱船啊无共款，毋过海共个。若起大风的时候，咱逐个拢着。例如即句话有影呢，咱信上帝人有影，你的作为，我的背景无共款，咱无可能 same boat。总是咱一 same ocean， 啊，咱伫甲咱帮助的人，共迄个上帝，共迄个上帝伫甲咱帮助咱。台湾有一句话吼，我足爱，特别是伫即个时阵吼，叫做同岛一命。恁捌听即句话无？真正是安尼呢。即嘛毋是咱都无咧讲船啊，迄个岛就是咱的啦。同岛一命呢，即嘛毋是某体的问题，咱各较都爱竞做伙。但我即马讲到强强要碰见一下。哦，我有一个故事吼，我在讲即分享即个代志，我毋知伫倒位看到，我袂记诶。我知影我去看一间吼 Holocaust Museum， 是迄落那几台600万的犹太人吼，因美国政府有设迄落创一个博物馆，咧纪念遮个人，啊，将因迄落因所穿的衫啥物拢放伫内底。啊，我袂记是伫华盛顿 DC 还是伫休斯顿，我看到吼。一个影片，有一个老查某人，就是伊无死啦吼，啊已经真年老啊。伊出来咧讲，伫迄个影片内底讲伊的故事。伊讲吼，有一日吼，因伫遐坐啊，人要来分胖迄个面包吼，啊伊的一个同伴吼，伫几一点外钟前过身去啊，伊知影已经死去啊。啊，倒伫遐，啊，迄个分面包来的人，会是伊甲伊讲，你甲放喺遮啦，伊即马咧困，我较点才摕去食呢。所以伊有分伊的，啊，迄个有人有放一份伫迄个要互伊的朋友，总是伊的朋友已经死去啊，伊知影，总是伊需要迄个面包，伊甲人骗。伊讲即个故事，伊讲吼，我尾啊，我食迄两片面包，我感觉足犯罪感。总是我迄个时阵，我做一项代志，伊讲我甲我的朋友讲，真实的，我食你的胖。总是我甲你讲吼，我要勇敢继续活落去。要互世界大家知影咱所拄着的惨境。我看到迄个故事，我足感动的呢。
伫遐讲拄着大嫂，巴克利反映讲，我经过流目屎的山谷啦。像迄个查某囡仔讲的流目屎的山谷，伫遐，伊讲我出去探险，总是我讲，我要继续，要勇敢，要活落去，要替你做见证。因为这是咱行天路，咱真要紧，就要学习的功课。但过落去吼，第10节、第8节甲第9节，吼，上主啊，伊开始为着家己祈祷啦，伊家己祈祷。我得甲想象是，伊可能是身躯烂，伊无法度通去，无通伫上帝殿，伊伫遐足心善，所以伊求上帝，为着家己祈祷，吼，伊祈祷讲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搁一个伊称呼上帝雅各的上帝啊。恁会记得我伫讲诗篇46篇的时，我有讲万军的耶和华上帝，甲雅各的上帝。万军的耶和华是创造天地、创造宇宙迄个上帝，万权能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恁会记得我讲的袂？雅各足够骗人啊！教我讲，雅各是外国之抓的人。我有讲，上帝吼，连雅各伊都欢喜要做伊的上帝。这款的上帝，这个做事的人对伊祈祷，听我的祈祷。可能是伊的身躯无好，伊祈祷。第9节保护阮的上帝，求你眷顾什么人？眷顾我的同胞啦，眷顾我的同胞，眷顾我的亲人朋友。嗰个，伊为着伊的王祈祷，为着伊的王祈祷，为着伊的国家祈祷。这是咱真济通学习的所在。咱看到台湾的情形，咱大家看，咱过去要安怎？例如，唔通袂去为着咱的国家祈祷。这个时间伫遮，伊袂当去上帝殿，伊为着伊家己祈祷，伊为着伊的亲人朋友、伊的同胞祈祷，伊为着伊的国家祈祷。这是真爱咱学习的所在。第10节到第12节，第10节到第12节。伊伫遮讲吼，伫你的店点一日，较赢伫别位点1000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嘛毋伫邪恶的人的厝内。伊是咧讲带上帝的所在吼，是我呢通心善，伫遐带一日比伫外口带1000日较好。这你会感觉讲，这是做诗梦写的啦，对啦，敢是？敢有这个代志？我要讲一个故事给你听。这是一个我的朋友，伊捌伫伦敦做牧师过，伊讲我听的故事。伊讲伊迄个伫1980年代南非迄个种族的问题当咧作如的时候，有一个人。来伊的教会对南非来，不遮济岁啊，找真久找无头路来教会，所以呢教会请伊做迄个 janitor， 伫个教会安尼看头看尾安尼吼，伊伫遐做。伊甲我讲，即个南非即个人哦，伊伫南非的政府食头路，下骹有200-300个伊做差不多经理也是啊，下骹有200-300个公务员伊管的，真好的头路。总是伊是基督徒，伊一直挡袂牢南非的白人政府对黑人迄个款待，伊挡袂牢。到尾伊真正辞职来英国，伊来到英国吼，伊找无头路，你为什么这找无头路？来教会做 janitor。伫遐做，我的朋友甲我讲吼，点伫你的店点一日，比点伫外口点1000日搁较好，都是有迄个人啦，
都是有迄个人啦。伊甘愿要伫上帝的厝过门，伊也毋甘愿要去住伫邪恶的人的厝内，都是有迄个人。我毋敢讲张信英若拄着这会安怎做，我毋敢讲。总是我想，这是咱每一个人拄着的是，这是咱的条件，这是咱爱做的决定，敢毋是？第11节甲第11节吼，伊讲吼，第11节伊讲，因为上帝是我是日头，是灯牌，伊互咱恩惠甲光荣。伊毋捌无留一项好物，无互正直的人。你敢知影伫圣经的内底吼，讲上帝是日头吼，敢若伫遮内底。圣经有讲上帝是光，有讲上帝是日头，敢若伫遮。圣经敢若遮讲上帝是日头，直接讲上帝是日头。伫因遮的雕成的路上。日头真要紧啦，会热有影，总是吼，因伫行路的中间，迄个时阵路无遮尔大条，迄个时阵耶稣所记的，譬如讲好的撒玛利亚人去互抢，迄是真事上发生的代志。你毋通想讲伊要去耶路撒冷交见上帝，土匪都袂甲因抢，会啦。所以因行路敢若是伫行。暗时用旷野真冷，迄个时阵嘛无电火，逐项无，暗就是暗。若好运有月光，敢若安尼若定，剩的拢无。所以因暗时一定爱日头落山了，一定停落来休困。休困了，明仔载起来，搁行，要去见上帝。上帝是日头。日头互因照，甲因照光；日头互因身躯健康；日头互因有 energy。上帝是光，上帝也是看顾咱，互咱有快乐的上帝。是盾牌，雕成的人大概毋免炸盾牌啦。总是伫迄个时阵的人，因拢知影，对得来盾牌真要紧，需要保护。所以伫遮，伊是咧讲，上帝是赏赐我快乐的上帝，上帝是照我路互我行的上帝，上帝佫是保护我的上帝。伊互咱恩惠甲光荣。倒是讲，我想即两句吼，想足久，恩惠甲光荣，要安怎讲较好？我去看到吼，John Calvin 伊的解说，伊讲恩惠吼是咱伫世间需要的物件啦。咱伫世间的需要的物件是上帝恩惠，有影，咱拢活伫上帝恩典内底。光荣咧。光荣是咱信上帝的人，后来去上帝遐，上帝互咱迄个物件叫做光荣啦。Grace and glory， 我听一个哦，足好诶，这是足好诶解说。我读大学的时候，阮教会有一个朋友啦吼。阮拢定定伫拢互相，或者吼，台湾来讲，互相闹开求进步迄款朋友啦，吼。因厝足好个，迄阵啊吼，伫台北天母吼，足侪厝拢咧去人厝咧租美军顾问团的人，恁知影嘛？因兜足侪迄落厝咧租人啦，所以因拢足好个。迄个所在叫做天母，你会记吼？天母吼。阮甲伊开玩笑讲：哦，你实在有影好命呢！你住世间的时候，你靠天母，吼，你若死去吼，你靠天爸，你两边拢 OK 呢。你迄叫做恩惠甲光荣啦，对不对？有影，人伊好遐个，因天母厝遐尼济吼，人因靠天母就会活，咱就爱做到要死咧。
偏偏信耶稣吼，咱去天白啊，人伊嘛去天白啊，所以我讲哦，你双头拢保险咧，有真福气。你类信上帝人，倒是有影遐尼福气啦。搁落去讲吼，伊毋捌留一项好物，无互正直的人。我读到这个时，我感觉这个做诗的人哦，会写文章的方法真正真贤呢。伊用浓的好定来讲一个肯定的代志。这句话真好讲呢。伊留所有的好物，互正直的人，安尼就好啊，敢毋是？伊搁来写一个碗哦，讲伊毋捌留一项好物，无互正直的人。真正你读的时，你就搁去想看你是要讲啥的。我真正安尼呢，上帝留好物互咱啦，总是一个条件，你爱正直的人。啊，你敢会感觉讲哦，上帝恩典安尼有条件呢吼？我都爱正直，伊才要互我。例如我甲你讲哦，我开始的时嘛安尼想啦，到尾我想想吼。一个无正直的人吼，好物搁较济就无路用啦，敢是？伊家己的生活就歪过一撮啦。正直的人，上帝要好物互伊；无正直的人吼，上帝好物互伊，原来用甲真艰苦啦，敢是安尼？毋是条件呢，本来就是安尼。雅各伫雅各书第1章第17节。这句话足好诶！伊讲一切美好诶赏赐，甲一切完全诶恩赐，是对天顶光明诶源头所赐诶。一切美好诶赏赐，甲一切完全诶恩赐，是对天顶光明诶源头。伫讲啥人？我想咱拢知啦，上帝啦，对上帝所赏赐诶。上帝的恩典，上落尾第12节，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伊袂当去，毋过伊到遮的时，伊知影信靠上帝的人，虽望袂当去耶路撒冷，犹阁是真有福气的人。搁像你有感觉无？一篇诗篇开始的时，伊讲我羡慕你的厝，伊是羡慕迄个建筑物。到伊对上帝祈祷，对伊想了写这个诗了后，伊知影咱所敬拜毋是迄间厝啦，咱所敬拜是活活的上帝。伊对羡慕厝。选择羡慕上帝，万军的耶和华，咱来参加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通过诗篇84篇所写，这个人羡慕你，到伊认捌你是万福的君头、君源的上帝的时，阮也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晓亲像伊，伫阮信仰经验的中间，伫世间阮有侪问题，阮行过流目屎的山谷，总是阮要欢喜的时阵，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搁感谢你，你不是因带带领，甲阮相甲伫地，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省察阮对你的疼心。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哪来哪听你，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